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圣诞恭喜！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7篇，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到12节，提多书第3章第4节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去宣扬。今仔日是12月25号，大先爱祝贺大家圣诞快乐。圣诞节应该是基督徒传福音上热切的一个季节，毋但是干那即个家己内面的三角欢喜、彩讲，还是得到祝福尔定。有一首圣诞节的诗歌，英语的名叫做《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中文甲翻译做讲上山去传扬吧。歌词无事甲放伫你后壁，甲大家三角分享，也放一个连结吼，大家会当对 YouTube 来听。这首是对一个Hall Johnson 伊所编的这个黑人的灵歌集30首的中间的一首是圣诞节的福音诗歌，也是一首足轻快真简单足有力，而且真有这种美国南方的这种风的味吼，这种的福音诗歌啦吼。咱讲配着头前所讲这个圣诞的诗歌，咱过来想象看卖啊，就是伫路加福音第2章经文所记载，这个各样的人，因带着一群的精神羊群，因踏着真轻快的脚步往前来行。因对着天使的引带，带着欢喜喜乐的心情，来前往伯利恒去敬拜耶稣基督。迄一位新生王，一个上帝所赏赐的拯救。天使安尼唱，讲愿荣耀归伫至高的上帝。愿和平归伫地上伊所欢喜的人。亲像头前咱所讲，这首诗去山顶宣扬吧。基督徒就应该爱欢喜去宣扬。这提醒咱现代基督徒，咱应当怎样来报佳音？敢会友的厝呢吗？这是真需要。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基督徒的呼召吗？其实报佳音应该是对遐杳未认捌福音的人，就亲像当初时的天使天君，因报佳音的时阵，是互遐的社会边缘的人，以及迄个东方的朴素咱所谓的外邦人。也好，亲像以赛亚先知伊安尼讲，上主来普天的宣布，要甲耶路撒冷的徛起的人民，上帝要来拯救因，伊要将伊所拯救的人民领转来、带转来，伊要搁称上帝圣神的囝。要称作上主所救赎的子民，耶路撒冷要被称作上帝所欢喜的城，称作上帝无弃杀的城。遐需要受到救赎的人，上帝要来拯救因；遐伫黑暗中的人，上帝要赏赐因亮光。当人起来，佮付出行动的时阵，就开始调整人甲上帝的关系。
即种诶合意诶关系，就会引带咱进入伫迄个永远诶愿望内底。这拢是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赏赐的爱诶救恩，要互咱。上帝差遣耶稣成做世间人诶愿望，这是咱所要传诶。耶稣一直真努力甲咱讲，要成做咱诶拯救。牧师就爱迄个，足欣赏即个路加福音记载各样诶人，因看见天使甲天君，也听见因所传诶佳音。所以圣经咧甲咱讲，天使对因讲，毋免惊。我有好消息甲恁讲，这个消息是要带互万民极大诶欢喜。今仔日伫大必的城里，恁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降生啊！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伫倒伫马槽里，这就是要互恁的记号。天使又搁讲，伫天的荣耀要归伫上帝，伫地和平要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因就真欢喜甲袂孤独，进入甲伫伯利恒去敬拜耶稣。因安尼讲，咱来进入伯利恒城，看主所甲咱讲的，所已经发生的事。各样的人，因不但是成做迄个领受福音佳音的人，因搁较进一步来成做传扬、宣扬福音的人。圣经甲咱讲，各样人看见了后，就将天使所讲关于这个婴儿的事去甲大家讲。听见的人对各样的人所讲的话，拢真惊奇，因为因看见天使以及天君所传的福音，完全符合因所传出的，所以意思是真的啦吼。各样的人领受到救恩，也将救恩分享给所有的人，这正是基督徒所应该爱学习的。伫昨暗12月24号，教会也有报佳音，当然是去到山顶的几户教会兄弟的家庭去，来探望这个比较较无方便参与伫礼拜的兄弟因家庭，非常有气氛因为天气热冷吼，搁有落雨搭地安尼吼。要出进前，教会的从员长了将教会福音车来装饰这个广播的这个物件沿途呢阮也来播送伫今仔日永暗将要举行的圣诞暗会的信息，这个广告啦吼，邀请乡亲做伙来迎接圣诞。伫沿路安尼咧宣扬的时阵，阮好若亲像倒转去到伫2000几年前，各样的人所领受到的呼召共款，也欢喜伫沿途来报佳音，互大家拢知。而且我嘛去到伫山顶来宣扬。咱做伙要来读诗篇97篇，耶和华做王，地就快乐，众海事就欢喜，密云甲乌暗伫伊的四围，义理甲公平是伊宝座的地基，火行伫伊的面前，烧伊的四围的对敌，伊的闪烁照光世界，地看见就震动，
伫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全地的主的面前，才会山烧阳亲像蜡，才会天显明伊的义，日邦看见伊的阳光。凡那服西雕刻的偶像，用虚假神自夸的，拢着受见笑。恁遮的神啊，拢着敬拜伊。耶和华，因为你的判断色安听见就欢喜，犹大的城也拢快乐，因为耶和华你是至权，过全地，你是至尊，过正神明。听耶和华的人，恁拢着怨愤歹，伊保护伊圣的百姓的性命。伊拯救脱离歹人的手，光明是为着义人来陪伴的，欢喜是为着正直的人来陪伴。义人啊，恁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纪念伊的圣名来学乐。感谢上帝，互阮领受救恩。也领受伊呼召，诚做传扬好消息的仆人，为着昨暗的报佳音献上感谢，也为着今仔日永暗的这个暗会来献上祈祷。也望透过表演、戏剧以及大家用心的陪伴，会当感动人。要来亲近主，愿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